来看经过53天的太空之旅，中国嘅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昨昏成功对月球转来地球，嘛完成全世界头一届甲月球卡车片背后的土炸采样炸转来地球。中国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25下晡2点07分成功为月球转来，安全降落伫内蒙古的草坡下。 我们完成了降落伞的切除，还有整芯断电，另外还有着陆的状态检查等工作。现在的返回状态挺好。53天月球探索的任务结束，中国嫦娥6号嘛完成人类头一届为月球后壁面成功摕到土马的样本转来地球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电表示，这是中国伫航太甲科技的方面，搁一届摕到标志性的成果。甲月球头前面平平显不验边缘无共款。 月球的后壁面，照拢是密集的流星坑。5月初3发射的嫦娥6号，降落地点是伫月球后壁面上古早、上深的流星坑艾肯特盆地。伫遮采集的土马样本，会到2020年年底，嫦娥5号为月球头前面炸转来的显不验样本来做比较，对进一步入捌月球会有帮助。因为中国要伫2030年进前实现太空人登陆月球的目标，这届嫦娥6号完成复杂交会对接的过程。等于是提早演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